好，来，那我们来教这首《郭心梅情敌翁六》的歌啊。那它这一首歌呢，非常的有感情，然后有层次啊，所以我们要慢慢的把那个情绪给推出来啊，推出来。好，来，第一句呢，这个哇的前面多了一个 n， 你帮我写上去。好 ，n 把它写大一点点，这个 n 哈，这个 n 叫做预备音，就是准备要唱的那一个音。好，所以它要不要有声音呢？它要有声音哦，你要发出这个的音哦哈，所以你要借由这个去推出第一个字哇啊，注意听哇啊，所以如果你只有唱哇，就会少了那个感觉，你要推了多了一点点哇，那个重音的感觉，把它推出去哈，我愿意守护你每一次呀，来试试看。好，哇，唱得不错。再来，下面愿意守护这里，愿意守护你，每一次呀。好，这个每跟一有什么滑音？二声跟四声，每一次每一次呀。第二嘛是同款，每一次呀。好来，我问你吼，这两届的每一次呀，倒一个较重，倒一个较轻？第一个比较重，很棒。第一个比较重，第二个我们要轻一点，因为我们在念的时候，愿意守护你每一次呀。好，本来这个语调就会是这样嘛，第二个就比较轻，所以你要有口语化的感觉，你就要在第二个做轻一点。我愿意守护你每一次呀。来，好，那我希望你在第二个我说比较轻，对不对？这个呀，你帮我做一点点的气音啊。你看上面前面第一个是每一次呀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每一次呀，那个气比较多，你就会收更多一点。好，层次做出来。我愿意守护你每一次呀。好，来试试看。再来哦，问你敢不敢？这个甘我们把它厚度做出来，甘。问你敢不敢？好，所以这个刚我要你唱一个字叫做含住的那个含的台语怎么讲？敢哦，就唱敢啊。问你敢不敢？哦，就是那个重量就会厚度就会有。问你敢不敢？来，所以将心来交换。好，这里你帮我注意高蛙的高要有乌的嘴型，高乌蛙，高乌蛙不是高哦，高乌蛙。好，那你后面有没有看到两个蛙的后面还有两个这个是小转音啊，它是一个装饰品而已，它不是真的转音哦。所以你若袂晓的人，还是你感觉你灯亮怪怪，卖加外紧，可以不要加啊，不要加就是我们刚刚唱的。将心来交换，这样是可以的。好如果你要跟原唱一样，你就加那两个小转音下去，注意听。将心来交换，好多那个两个字要快哦哈。将心来交换，好，试试看好不好？来。不错哦，但是要记得尾音还是要拉，完还是要拉尾音。将心来交换，来，可以，非常好，来2句就好。我
愿意守护你每一夜，每一夜。问你敢敢将心来交换？我你愿意守护你每一夜，问你敢敢？哎，不错，你们唱得非常好。下面我要放一点点的你那么爱我，好，这个爱非常重要哎，有嘴巴要怎样打开，转两个啊跟一哦，爱我，所以你要把你的口腔打开，爱我。很好，这个字你只要唱啊跟一就好，千万不要唱爱这个音。你听，你那么爱我啊，我拿要唱爱这个音，相对爱我不好听，你要嘴巴大，爱我就会远远的很好听，好吧？再次来，你那么爱我，爱我，哎。那会看我那是命，好，那会没有问题哈、哦，你可以做一点叹气的感觉。那会看我，好，我也可以做叹气哈、哦。那会看我那是命，不是看我，不是我，是我哦，四声哦。那会看我那是命，好，所以你哪无爱我重，后面怎么样？就轻了，所以有轻重音，哎，轻那个层次，你有重的跟轻的要做出来哦。这一句我们来试一次哦，来，你哪无爱我，哪会看我那是命？来。再快一点点，要接的顺哦。再听一次，你若无爱我，哪会看我那是命？中间那个爱我换气完就要马上唱了哈、哦，没有停顿啊。来，再一次，你若无爱我，哪会看我？下面收，偏偏最后，情债。情债，鼻子两个转音，情债，哦，偏偏最后情债，无恁唱的是情债，很多人会这样唱哦，偏偏最后情债，没有，这里不是，它是转音，情债，情债，好，来，一起看。偏偏最后情债，哎，我一人好，人的地方你可以做两种给你唱，第一个是抖音，我一人一人第二种小转音，转快一点，我一人一人两个给你选，还要转的人要转快一点哦，啊，好来加在一起。偏偏最后情债，我一人我哩。很好，是恩呀是命，我要放了哈。是恩呀是命。鸭的嘴巴要大，鸭，所以你每当就鸭，嘴巴圆一点哦，看你耶，鸭是命，好，所以你会发现是 m 鸭大声，对不对？比较强，是命嘛，收是 m 鸭。
哦，你有层次，有拉扯，人家会觉得比较动听。再次来。情日疼心相对看，情日情，疼心的疼不是四声，你别当唱，疼心会走音哦，二声往上疼，疼心，啊，嘴巴打开，疼心相对看。相对看，疼心相对看，到这会是缘也是命，情日疼心相对看，我哩。手两下，你将心带走。哦，这个大造的大跟造，我们加什么气音？你将心带走，带走。你将心带走，来。所以你不要唱很结实的声音哦。什么是很结实的声音？你将心带走。带走，哦，很硬。你将心带走，放，青锁留予我，青锁留予我。每个字都有两个音。滑音要做出来，青锁留予我，好，这边很多人会唱青锁留予我，有没有？就比较怂，滑音有做就会比较滚溜啦，所以才叫滑音嘛，它滚溜较好听嘛。好，来收哦，爱那久。好，咱用念是久，但是才要唱久哦，乌龟的龟，久啊哈。爱那久，那心疼，那心疼，那心疼，那孤单。到这位，爱那久，那心疼，那孤单。爱那久，那心疼，那孤单，这个层次怎么做？爱那久是轻的还是重的？轻的啊，那心疼嘞？那孤单嘞？好，所以这三个层次我要做轻、中、重，轻、中、重。爱那久轻，那心疼中，那孤单重。安尼好，来更重的来了。一时无你的歌，好，这个歌我要唱歌就好，一个单音歌。一时无你的歌，好，想象你要把这个歌丢到天空去。一时无你的歌，重的来了，怎样好，你看这个 U 回到 U 的嘴型没有问题，但是哇，它那么高音，但是又要唱四声，所以要看出来嘞。怎样很好，来，我们从那个爱那久唱到怎样好不好？来，爱那久，来，再重，再重。
再重。好，所以你会发现它从矮那固慢慢的铺陈到抓硬哇的时候，已经是最放了。好，所以你要有这个层次慢慢上去哦。我们再一起唱一次。爱那久那心痛那孤单，只是无你的我怎样我？今夜的雨。好，这边大家都会唱。今夜的雨，这是只有一个啊，但是人家原唱有转2个音哦。今夜啊啊。今夜啊啊吼，今夜的雨，今夜的雨，无呢，你无转。今夜啊啊，今夜啊啊，哦，今夜的雨。好，尽量啊，如果真的不会就不要，没关系，这个是技巧而已，不放也是很好听啊，不放也会很好听。今夜的雨，这呢寒，这呢大。好，这呢寒较重还是这呢大较重？寒吼，寒较重，大较轻，但是其实2个拢是轻的，只是这呢大搁较轻啊。今夜的雨，这呢寒，这呢大啊，所以你的今夜的雨很放，所以后面收就会让人家觉得很好听，好不好？来，今来，手这呢寒，下面我有深深爱过个只。我有，哦，有啊，那个啊要唱清楚哦。我有，深深爱过，手深深心痛，心你可以。很好，最后一句很简单，好，来，我们重复歌，是来，也是命，今日疼心相对看，你将心带走，倾诉留予我。爱你若久，若心痛，若孤单。只是无你的我怎样我？今夜的雨这呢寒，这呢大，我有深深爱过，深深。可以的，很棒，好不好 ？OK 哈。不会很困难，就是那个层次有大声、小声，有重跟轻，好，然后情绪要把它做出来，这首歌你就没有问题，好，转音不是那么重要，好，在这里转音还不是那么重要，反而是那个情绪跟张力比较重要 ，OK， 好。